为丈夫和孩子走出瘾症，迎来新生命祷告。第56天，记忆力得医治。医治的主啊，你若愿意，凡事都能。若长期的瘾症对我丈夫和孩子的大脑功能、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造成了损伤，我恳求你施行怜悯和医治，求你修复受损的神经，恢复他们清晰的思维、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记忆力，使他们的头脑重新变得清明、敏锐，能够正常学习、工作和思考。荣耀你的名，愿他们身心灵全然地得着你的恢复，见证你是一位使无变为有，使衰残变为强壮的全能神。奉耶稣基督医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